學聯遊行，警方又拉人。200人響應學聯呼籲，尋日遊行爭取雙普選。佢哋一早講明唔會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，一出到港大門口即刻俾警方截停。佢哋冇理到，堅持以公民抗命反映不滿公安條例，繼續遊行到中聯辦。去到後門再俾人制止。中聯辦職員唔肯接信，學聯代表於是喺門口燒信。燒毀中聯辦！燒毀中聯辦！佢哋繼續遊行，下晝5點幾行到去禮賓府後門。咁警方本來答應俾學生去前門抗議㗎，但拖咗成個鐘都未放行。佢哋於是兜小路上去，警方就攔起鐵馬，雙方推撞。混亂中，理大學生會會長黃嘉欣一度被推跌喺人堆入面，警方即刻將佢拉走。幾十人去北角警署聲援，到夜晚9點，黃嘉欣以300蚊保釋出嚟。警方有冇檢控你？未有消息，未有消息，因為只係落口供。警方話係以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帶走一個人，學聯就極度不滿。